普瑞星耀眼科醫院。其實普瑞星耀眼科醫院本身個地點都好近，喺國貿站 B 出口行過去大概300-400米左右。由於之前預約咗，俾翻個回鄉證佢登記核實身份就可以啦。你好啊，我咧就 join 咗你哋嗰個咧糖尿病眼測試㗎，咁我叫 Victor。你好 Vita， 歡迎你到我哋醫院體驗，咁我帶你檢查啦。好，多謝晒。Vita， 呢部機器咧，我哋測你嘅度數嘅，可以測你嘅近視啊、老花啊、散光啊呢隻。哦，好啊，咁我而家坐喺度做啦，係咪？坐低呢度。首先驗光師咧就將個機器消毒啦，然後咧就叫我擺個眼入去咧做測試。咁全程咧就大概2-3分鐘。好啦，呢個就係我初步眼睛嘅度數啦。呢一步呢就我哋測眼壓，呢個數據呢可以俾醫生判斷你嘅眼壓嘅情況。有股氣衝出嚟，不過唔會傷害眼睛嘅。跟住就去視力檢查區檢查我左眼同埋右眼嘅視力。好啦，呢個就係我初步眼嘅資料啦，一陣間咧就俾醫生睇眼睛有冇咩問題。Vita， 而家我哋上2樓做眼底病變嘅 SLO 篩查。OK，唔該晒。眼底拍照 SLO 即係激光掃描眼底成像檢查，可以快速清晰拍攝到視網膜、黃斑部、眼底血管等眼底組織全貌，可以喺早期發現視網膜有冇病變啦、黃斑病變、視神經嘅萎縮、眼底出血、高血壓或者糖尿病引致嘅視網膜病變等疾病。據我了解，喺香港如果淨係做呢個 SLO 檢查，一對眼大概都要800到1000蚊。Vita， 呢個係我哋驗咗嘅結果，係我帶你去睇醫生。哦，好啊，唔該晒。好啦，跟住醫生再同我做一個叫列窺燈嘅檢查。呢個檢查主要係觀察眼睛啦、睫毛啦、角膜啦，同埋晶體等眼前段嘅組織健康嘅狀況，睇下有冇發現眼發炎啦，或者角膜炎啦、白內障啦等眼睛常見嘅疾病。最後一個測試就係列窺燈喺顯微鏡下嘅檢查。呢個檢查係列窺燈檢查嘅精進延伸版，借助高倍數嘅顯微鏡嘅放大功能，對眼前段嘅細微組織進行深度嘅觀察，可以查看角膜內皮嘅細胞、晶狀體細微混濁、結膜微小嘅病變。透過呢啲微細嘅觀察，可以睇下有冇早期嘅炎症啦、隱藏嘅損傷啦，為眼部細微嘅病變可以作出早期嘅診斷。好啦，經過6個測試，醫生咧就綜合咗咧，就話我眼睛冇乜大問題，不過咧佢就話我有啲眼乾啦，同埋少少發炎，就建議我做一個眼乾嘅治療。咁呢部分係要自費嘅，咁就745蚊就做4次，咁我都接受咗呢一個價錢，咁就即刻做埋呢個眼乾嘅治療。咁首先姑娘咧就同我戴一個眼罩啦，咁之後咧呢個眼罩咧就會噴一啲咧涼涼地嘅氣體出嚟，咁就大約10分鐘啦。咁整個過程裏邊咧感覺都幾舒服嘅。然之後再做一個熱敷，呢個熱敷咧大概都係10分鐘左右，係幫助一啲血液循環。最後一個步驟就係姑娘咧用生理鹽水啦，同埋一啲棉花棒、玻璃棒咧同我按摩嘅眼部。咁呢個過程咧就大概30分鐘。過程裏邊咧係會有少少唔舒服嘅，但係姑娘咧就已經預先同我講咗㗎啦。普瑞眼科醫院樓高4層，主要嘅驗眼都喺1樓、2樓，而3樓咧就係手術室同埋病房。另外佢哋都有醫學驗光配眼鏡嘅服務。另外嚟講咧，佢亦都有晒所有醫生嘅資料，咁客人就可以按需要揾唔同嘅醫生去做眼部治療。